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这个臭豆腐是真侪人爱食的小食面。嘉义的大拿有一间卖臭豆腐的，头家坚持手工来做豆腐，加上天然发芽的老汁类制作，这煎出来的臭豆腐是香臭。另外，伫个苗栗三义有一档乌皮臭豆腐，这是乌色的哦，食起来有迄种中药味。两档拢家己市中的老顾客哦。今仔日的美食大车饼。 油鼎当咧煎臭豆腐，噼里啪啦响。不过真奇怪，这臭豆腐竟然是乌色的。 Q 啦，那皮呢？比较酥，里面比较软，比较扎实。一加落就香公公的汤汁，内底油个白，油个油，豆腐个绵绵绵。加哪些酱香？这个是蒜头，这个是辣椒，泡菜。乌皮臭豆腐好食秘诀就是伊的色水真正真乌。 甲豆腐等落规个鼎内底拢乌麻麻老汁，头家讲这是十几种的中药材控的，这是独家的秘方。手要轻轻的剥，不然豆腐都会烂掉。煮20-30分钟了后好起来，果然用2种中药材做的老汁，烘愈久会愈香。苗栗三义这间乌皮臭豆腐开20多年，人客拢真喜意。搁有家己大拿这间臭豆腐嘛，真受欢迎。 我是台南人，之前在中正大学念书，然后蛮常过来吃。不管到偌远，拢一定要吃到的臭豆腐。臭豆腐红煎甲金金金，这是手工的豆腐就对了。对，分它大小颗粒给大家。搁有头家嘛，真重视的泡菜。 自己做的泡菜。对，自己泡，我们自己做啊，这个火候的品质不稳定。 头家嘛真注重规个臭豆腐的制作过程和用料。最主要是它要吃起来酥脆，里面汤汁很多，还带甜分。最主要就是你自己会掌控那个浸泡的时间，还有油炸的温度，你要抓到刚刚好。嘉义大拿臭豆腐是用飞机改做黄豆，搁有用天然发芽的昆水。苗栗乌皮臭豆腐，乌皮是用中药材做的乌卤汁，发芽的卤水嘛是用中药做的。那个一般的白色的臭豆腐比起来呢，更好吃。这个比较好啊。对。它的外表很酥脆，然后它的内馅很软，然后搭上它的泡菜啊，还有它的酱汁，配起来一绝这样。你介意倒一款的臭豆腐？若是有机会，拢会使来食看卖。